受到这减怀影响，台东县过去12天来，各中心的人数对将近9000个人，即马只剩4900多人。台东县鹿野乡的水源国中，目前学校只有23个学生囡仔哦。为着招生，学区各校的毕业生来读，一个人奖学金5000块，其他学区的专学生嘛要发1000块到3000块的奖学金。台东县的教育处是表示讲，因无鼓励这款的做法。也毋过嘛，呼吁家长、互囡仔留伫学区内读册。台东县鹿野乡水源国中学校已经有55栋，早期学生的人数超过100人。不过，这近10年来，学生愈来愈少。110年学年度，全校只敢剩23位学生，7年级更加只敢剩3个人。因学区内2间小学的毕业生每年拢有10到20个人，不过留伫咧原学区读的人真少。家长讲，把囡仔送去学区外学校读，是希望囡仔得到更加好的学习竞争力。比较在意的地方就是说，还是这个学校它可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育资源给我的孩子，以及他的学风，然后他整个学习的氛围。水源国中表示，学校的资源正完备，为了要把学区内小学生留来，互因提升。校长今年家己捐2万块，提供予各校直升的学生，一个人5000块的奖学金；跨区直升或者是转学的学生，一个人会当有1000块到3000块的奖学金。希望家长会当予学生来读，莫搁把囡仔送到离厝内10公里外的鹿野甲关山国中读书。这个社区的资源也引进到学校来，我们都这样走出去。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户外的课程，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今年的4月份。我们要爬都兰山，能够鼓励尽量是以学校办出特色，来留住我们的孩子，这才会是根本之道。像瑞园其实他们的射箭就很不错啦哈。教育处讲，依照国民教育法，各中各校新生入学，拢是按照各校毕业生的学区分法提供奖学金，可能是学校阶段性的做法，县府并无鼓励。因我希望家长也是让互囡仔会让伫咧离厝内较近的学校读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